Hello， 大家好啊！歡迎翻嚟呢個 channel 度。今集又係觀眾投稿夢境分析。今次亦有4個夢境好有畫面，有初戀、麥當勞、海灘旅行、身體喐唔到，同埋一個好委屈、喊醒咗嘅夢。夢好多時啦，唔係預言，而係潛意識咧用畫面去整理我哋嘅壓力、關係、慾望，同埋一啲平時未講出口嘅情緒。咁我哋直接由第一個夢開始。第一個夢一開始呢，係你同初戀一齊住，時間啱啱入黑，你仲打緊機啦。你問佢晚餐會想食啲乜嘢，佢就話冇所謂。你就自己出門口去買嘢食，去咗麥當勞，發現手機 app 入邊有好多店裏邊點餐冇出現嘅特別選擇，覺得好 lucky， 於是想用手機落單啦。但係因為唔清楚初戀想食啲乜嘢，又唔想花時間打電話問佢，所以你決定咧就自己買自己想食嗰一份，諗住之後再幫佢買。之後你見到麥當勞門口啦有抽獎活動，有人排隊想攞着數，但其實呢個活動咧只需要買套餐之後攞單據尾咧去換抽獎號碼。你同人講啦，其實唔使排咁耐㗎，因為冇真正嘅着數。但大家都唔理啦，最後咧你自己咧都發現原來你都有買到套餐，可以參加抽獎。你換咗抽獎紙之後咧，翻屋企先發現初戀嗰份晚餐未買到。然後見到麥當勞飲品入邊斟住咗一杯小糖漿，最後倒瀉咗出嚟咯。你只係同佢講唔使擔心，抹乾淨就得啦。呢個夢其實好有現實選擇同埋關係照顧嘅味道。初戀同你一齊住啦，代表住一段舊關係、舊情感模式，或者某個你心入邊仍然會諗起嘅親密狀態。佢對晚餐話冇所謂，反映對方喺夢入邊比較被動，而你就係負責安排嗰一個。呢個位就好常見啦，因為好多時咧關係入邊一個人會習慣做決定，另一個人就交晒俾對方。麥當勞 app 啦有隱藏選擇，而現場咧點餐牌冇出現到喎。呢個就好似講緊啦，有啲選擇只有你用自己嘅方式先睇到，潛意識可能提醒緊你，人生有時候咧唔可以只靠表面信息，要用自己熟悉、自己覺察到嘅渠道，先會見到真正想要嘅嘢。你首先買自己嗰份想食嘅，而唔係即刻處理初戀嗰份，唔一定係自私，反而可能係你潛意識覺得我都要先照顧好自己，先有餘力照顧其他人。排隊抽獎嗰段就更加有意思啦！大部分人以為有着數所以排隊，但其實呢只係廣告。呢個就好似講緊一種群體誤導，大家見有人排就跟住排，但真正着數未必存在。你成個夢入邊其實好清醒，知道自己要分辨真與假，知道唔需要再盲目跟風。而抽獎單據尾上邊多咗粉紅色訂書機頭同蝴蝶結，呢個就好似一種提醒，表面係普通嘅收據，但潛意識覺得呢張票有少少嘅特別，代表你對某啲嘅細節感應到特別價值。最後初戀嗰份晚餐買唔到，返屋企見到正菜同自己份麥當勞餐，你又問佢食唔食？呢個位就好真實啦，因為反映緊你雖然拖延咗，但你冇放棄照顧對方，所以呢個夢可以理解成你喺關係入邊一直努力平衡緊自己想要嘅嘢，對方嘅需要同時間壓力。但同時夢都想提醒你，有時候自己先行一步未必等於唔重視人，反而係避免錯過咗自己真正想要嘅選擇。第二個夢係同屋企人咧坐旅遊巴去海灘，海灘清澈得好靚，未落車咧就已經覺得好驚嘆。你一下子落車就除鞋放低個人物品，拎一本雜誌就落車啦，興奮影大合照，之後好似就醒咗再瞓翻，第二次又再去翻同一個海灘度，但今次咧係同一個人，因為你記得上次唔記得影環境嘅相，所以想再去一次，補翻藍天白雲、湖水、綠海水嗰種嘅畫面。今次兩個女仔咧想借你本雜誌做道具影相，你答應咗，仲交換電話聯絡。換電話嘅時候，你一度揾唔到自己部電話，但身上咧又有另一部公司嘅電話喺度。
最後咧先揾翻自己嗰部。呢個夢就好似講緊一種好清澈嘅心理狀態，你想保存美好，但又怕自己錯過咗最重要嘅畫面。海灘通常就象徵住放鬆、遼闊、心境開朗，清澈見底就更加代表緊你心入邊某種好清澈、好純粹嘅感受。亦急住落車影大合照，反映緊你對美好嘅時刻有敏感度，亦都好想即時捉住。但你再去一次啦，因為第一次漏咗環境相，呢個位就好似潛意識就話啦，你唔單止想留低人物，亦都想留低住氣氛。雜誌喺夢入邊啦，係一個幾有趣嘅道具，佢似係一個形象展示敘事嘅象徵。兩個女仔想借嚟影下相啦，表示有人都想借你個品味或者你嘅物件去表達自己。你答應咗，反映你係願意分享、願意被借人用嘅一類人。但係電話揾唔到，最後先發現有公司嘅電話同自己嘅電話。呢個通常就講緊身份切換有關。公司電話代表緊工作角色，自己嘅電話代表私人身份。當你一時揾唔到自己部機，可能就反映緊你現實入邊，亦都會覺得我係邊個呢？我依家係工作模式啊，定係私人模式啊？所以呢個夢可以理解成你正在學習點樣留住美好，同時揾翻自己真正嘅身份感。第三個夢就好短啦，但感受好強。你喺第一視覺度好似瞓咗喺度，合埋眼見唔到畫面，只係聽到聲音同感覺。夢入邊上司同你講嘢，你完全冇反應。佢發現你唔妥啦，開始拍你啊、叫你啊，你都做唔到回應。你內心明明好想應佢，好想起身擘大眼講嘢，但就係做唔到。之後上司緊張咗啦，捉住你嘅膊頭大力一搖，叫你醒啊！你仍然無能為力，好似靈魂咧被困住咗咁。最後你醒咗，醒嚟咧又唔覺得有啲咩驚嘅感覺，唔似鬼壓床。呢個夢其實好典型咁反映緊一種無法反應、無法回應嘅狀態。上司代表住權威、工作壓力、外界嘅期待。而你想答但又答唔到，就好似你現實入邊可能有一啲嘅位置，明知要回應，明知要交代，要表現，但身心就係卡住咗。呢個夢好多時唔一定係恐怖，反而係一種我好想做但我做唔到嘅困局。你明知道自己想喐，呢個就好重要啦，因為代表緊你唔係麻木，而係內在仍然有反應。有意志，只係呢個狀態令到你無法即時將意志化為行動。夢入邊上司一路叫你醒啦，亦都可能反映緊你對被人發現自己唔對路咧有少少敏感，即係話你唔想有人見到你弱，見到你卡住，見到你失常。所以呢個夢可以理解成你可能近期太繃緊到連回應外界嘅咧都好似被困住。夢唔係話你有問題，而係話緊俾你聽，你身心都需要一個停一停啦。最後一個夢喺屋企度，有個男人咧同一堆模型玩具，你幫佢執好咗啦，按住由矮至高咁排，仲好天真咁叫佢睇下啦。點知佢望過嚟，竟然鬧你，話佢睇電視，你喺度講嘢，問你有冇禮貌。你真人咧喊到枕頭都濕埋先醒。之後先知原來係你老公把聲。呢個夢嘅核心就係努力被誤解，好易被指責。你幫人執模型，仲按高低排好，代表你其實係一個會想整理、會想令啲嘢更加好睇、更有秩序嘅人。你唔係亂嚟啦，你係帶住好意同埋投入去做，但對方冇欣賞，反而話你冇禮貌。呢個畫面就好傷心啦，因為佢刺激到你最核心嘅感受。我明明想幫你，點解變咗我錯？夢入邊用老公把聲，通常就表示呢一種情緒唔一定對某一件小事，而係對一種更深層次嘅關係模式有感覺。可能你平時都有類似嘅經驗，當你好出於好意做好嘢，
對方未即刻接收到，甚至乎覺得你打擾緊佢，喊到醒，反映緊呢種委屈喺夢入邊好真實。所以呢個夢咧可以理解成你對住一啲嘅誤會、被否定同埋善意冇被接受、冇被接住，其實你係好敏感、好在意㗎。而夢都想提醒翻你，你嘅好意本身係有價值㗎。就算當刻未被理解，都唔代表你做錯。今集4個夢啦，雖然一個接一個都好唔同，但其實都圍繞住幾個主題。第一係你點樣喺關係入邊分配自己同對方嘅需要。第二係你點樣保存住美好，又可以揾翻自己。第三係壓力大到卡住咗，無法回應任何嘢。第四係好易被誤解嘅時候嘅委屈。夢好多時就好似一塊鏡，照出我哋平時唔想面對，但其實一直存在嘅感受。所以如果你都有夢想投稿嘅話，歡迎留言或者私信我啊！我會繼續揀一啲有故事性同深度嘅夢境同大家分析。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中意夢境分析嘅朋友睇下。我係 Kenzie Sir，我哋下集再見，拜拜。